马知道胡蒙的台语要安怎讲无？何蒙？胡蒙，胡蒙台语怎么说？快来！哎呀，你拢问这种。小时候都没有种动物。今仔日又个是礼拜，又个是好天，小编实在想爱动物园啊，所以又个来到目屎的台北市立动物园。今日今日点解小编来看草泥马台语合作杨乐德？这届佮要来看另外一种可爱的动物，跟杨乐德同款高水，但是伊生做娇小粒子，佮天生一副乌目镜，甲小编同款，看起来那亲像永远都袂把面。不过伊的台语是要安怎讲，较透动咧。因讲一下胡蒙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唔知呢，今天唔知呢。好蒙，不知道。好蒙，这对真正是安行某对，眼睛有一点点黑黑的。马上，差一点。他开的第一个字是胡。看到这款的笑容，小编嘛唔知影脚本要安怎写得去呀，受过水啊啦。这款动物伊是手会安尼啊起来的，手会安尼，企鹅落，唔是落到迄个像胡蒙。嘿，对。啊，你讲知影胡蒙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胡蒙台语怎么说？安怎讲？胡蒙，胡蒙台语怎么说？刷落去来问这对少年的翁仔某，讲到要讲台语，一开始真爱叫何蒙。我被他影响了啦。快来！哎呀，你拢问这种。这种动物我们以前在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这种动物，都是先进来的，所以都台语好像都没有台语的这种发音。原来这是非洲的外来种，咱台湾以前并无这种动物，不过大部分的阿公阿嬷都唔知影安怎念较好势。咱来请教台语台的台语顾问罗光成老师替咱开破。因为这动物的名吼，咱若是用台语的音来念，遐汉字念出来不奇怪，咱就会当直接念。所以咱就因为这是狐狸的狐嘛吼，啊就是蒙嘛，咱讲狐蒙。因为这个我拄仔讲的，因为伊的外形较像迄个狐狸啦吼，所以咱就直接讲像迄个狐狸形的蒙，哦，像咱有一种狗叫做狐狸狗，哦啊，伊这是因为伊是蒙啊，所以咱讲狐蒙啊，因为华语嘛是这两字，咱直接用这两字啊，就照字念。就其他动物像讲河马，咱就直接念做河马就使，不会上就讲无尾去，就免过去想讲要安怎用台语，因为这个本来嘛无台语通讲。你拄讲胡蒙，对，就是胡蒙。因为大部分都讲胡蒙，讲习惯了，说台语突然会讲不出来。你看买胡的台语，好的好，胡嘿啊胡蒙。胡蒙，胡蒙，正确答案就是胡蒙。狐獴是母系社会，佮真够乌坑。一大群的狐獴则会住伫大型的地涵内底，互相扶持，斗相挺。讲到团结，小编定着爱甲大家提醒：狐獴若是受到攻击，会跳一种战舞，而且是规个家族啊做阵跳，要互天敌。这大久我看到，就救倒转去，真正是输人唔输阵，绝对无比歹看面。比红狗遐更较厉害。后摆若是看到狐獴跳战舞，就要会记你闪较远咧，莫去互风台尾扫着哦。